家。
是看那行倒来，你若是体气，通互你欢喜咧。这钱你若是体气，欠人的你就去害人哦，剩的你就欠啊用。钱若是体气，你千万都唔通搁剩咧去死哦。我讲无死，我都唔死啦。唔死就对啊啦，啊你就多谢初二先生，先生，我替你到底拿着初回寡妇的回信，多谢了。啊这钱，这钱怎样啊？是你都替我的好嘞。为了救人啊，舍财啊，辛苦啊！门票50块，来来去去看门票50块。我一年辛辛苦苦赚来的12两银，结果你拢总甲我摕去了。啊！现场。一片。